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网络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春华秋实，百年芳华，由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组织部、杭州日报社指导，由中共杭州市临安区于前镇委员会、杭州市临安区于前镇人民政府、杭州市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主办，由杭州陶乐陶育乡村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泽宇江南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承办，由丰益文化传播连锁、顾学峰文化艺术工作室、马小乙杭州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执行的长三角石化田园乡村艺术节开幕式暨南北同庆建党100周年粤剧名家明星红色经典戏曲晚会在粤歌戏舞于前耕织图醉意桃花源中拉开了序幕。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宋建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承办方对朋友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华自古出英贤，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穆桂英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古代女英雄形象。接下来，苏州市吴江区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原吴江区文旅局副局长崔英将为大家带来《穆桂英挂帅辕门外》三声炮。他的剑法高见在今日落在城，那亡人一剑气不平，
他要与母儿人夫家珍，飞沙山河并两人，他就一道配死小王人。宋王爷在轿上把母儿来分，我的儿满红不是口吐真情。他说道：“杨凌风本是他先生，他是中宝的儿子，燕赵的孙。他有过珍珠做太君，莫怪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人，我家才放弃着元帅，苏太君为官要听从，他命我挂帅去平十人，我们的不为官，而不为外，为的是大宋江上我总理命，叫那王朝父快一快，谁知是我到朝臣。我给53岁多老，多米车身不为你们。今日把他葬尽，本妃名气在心，此番去到两君城。娘子元帅儿媳，你代表是同亲兄弟，听儿军令杀责人，叫你转你就转，不叫你转是胡意。国家，先有国才有家。韩世忠与梁红玉一对古代英雄夫妻，抗击金兵、精忠报国的故事流传至今。接下来，来自上海金沙粤剧艺术团优秀演员，曾获上海浦东新区10佳优秀演员称号的陈慧娟，来自上海赵氏公坊优秀演员，曾获长三角上海戏曲大赛金奖的姚丹凤，将联袂为大家带来《双列记》夸夫。上王金
今年相公啊，熬过了10月晚上3伏天，万难夫妻生当年。此天意竟有良言，常使我心中长觉。今夜晚牢笼几听，但愿得一句陪训，婴儿身健康自学，我身居巫山上面，真觉得谢家归天。我相信太平女也相公
想与相公同饮一桌。哦，莫非是说我凯旋而归？这是其一。那儿呢？那孩儿嘛，为妻说出来，相公要见笑的呀。夫人有什么喜事，那要到下官出行答应了呢？哎呀，相公啊！曾记得当年金口初相逢，但见你国家魁伟大呀勇，相公为国去从军，却在身归少时功。这20年来沙场虚，谁立下这万马专功？相公你立功勋，所不登龙，前请我讨风云，岂不用？谁传旨位高权重，上司情，一心匆匆，位高不是谁高好，权重真气得忙碌。西京人亲见见，元帅神通，神庙算子规定，大家恢复，不须是夸相公，为此配得居两中，有你相公愿是亲愿兄，那孩儿呢？孩儿中死生为言，是英雄。20年夫妻经此况，被人听见冒烈红。毛遂自荐的故事家喻户晓。接下来，请欣赏由加拿大孟伟粤剧艺术传习所创始人、北京粤剧艺术研究会、北京市南花粤剧团优秀演员、全国戏曲演唱大赛金奖得主孟伟，与北京粤剧艺术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南花粤剧团副团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弟子许静，为大家带来的粤剧片段《毛遂自荐》宋真。送
去绝不后思明，茅塞浮想上阵城，相聚泪水复为尘，混蛋在位的人去中国元素你笑泪生，翻山越水要问远近，不管越看要放精神，这一进城多辛苦，无与丞相得当心。上大夫年迈，你须顾及，小臣因无知，你要朝叮咛，你困中算报千金替，我生世间法非错意，将军我身在万担，肩在身，心在毛在大粗营，盼望你早日得见楚王面，盼望你早日请来楚国君，楚君一道。在不争，茅塞呀沙地成仙将你们会死的强情，开过神宗，为相聚。接下来上场的应该是大家身边特别熟悉的一个朋友，他是前农村报站员金建英，他一直活跃在我们榆钱的乡村舞台。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金建英给大家带来的《北地湾探月》。月儿啦，月儿，从明天起，你再也找不到我受过的伤害。
风萧萧，梦里桑。月蒙蒙，月明明，月江北上。北凄凄，海绵绵，国破家亡，泪汪汪，心淌淌。情丝上，怪不我嫂子长，路上过岗。他是穷与苦比，是高华。山河花，谁知道一场梦？到今上可足苗，我泪洒胸啊！谢谢，谢谢。凄凄恨绵绵，国破家亡，泪汪汪，心荡荡，妻死而伤。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北帝滦的一个唱段，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杭州黄龙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当代越剧名家、杭州越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弟子周燕，为大家带来北帝滦哭祖庙。我天
忘记铁打的江山随怪风，真乃是黑背不将王飞动，把先辈心血浮动。丞相，此个丞相啊，
望你来出见三八回宫，可闻请得家神仙呀，你出师为前兵中，你这才是把兵空，为国言官犯错中啊！哎呀，丞相啊！是王座，是王座啊！你常拜夫人为风，一人求到八百宗，你怀抱有志出重围。面对奸佞当道、民不聊生，是明哲保身，还是做黑暗里的一束光？忠心报国，死何怨？一片丹心保江山，这是千年前孙安的选择。接下来，绍兴小百花越剧乐团国家一级演员、当代越剧名家、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商方成弟子胡国美将为大家带来孙安动本。耳听桥楼三更响。
见历历存章。13句空少人民，天悲地走谁辉煌，路人交催精神少，尸体爬归套路旁，民妇何愿丢谁是怕发牢狱痛中长。一张元苍一腔泪，西平元苍高进香，别怕，跟天命在上帝，龙心不转，我死不离造访。东太阳当空啊照，五星旗迎风到底了。小罗当鼓烈天响，杨鼓烈响起欢笑，欢迎放雨宝藏，四月明灯落逍遥，千年枷锁已打开，风接立桥四啊三道啊。从前是父母子民不可为，每张字眼都是道，门当户对像妈妈。长孙男女多多少，从来男子弟为高，三妻四妾进官堂。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苏州市吴江区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弟子和寻韵女子舞蹈团姑娘们联袂给大家带来的粤剧开篇《红太阳当空照》。红太阳当空照，五星红旗迎风飘。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100年的奋斗历史中，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上海金沙粤剧艺术团主要演员、当代粤剧表演艺术家赵志刚弟子，江苏省红梅奖得主姚斌，长三角上海戏曲大赛金奖、上海赵氏公坊优秀演员姚丹凤为大家带来的粤剧版《红色娘子军》。你知道琼花长什么样子吗？不知道。来，我告诉你，这琼花呀，它们是纯净花，生长东方。暖霸天，用鞭子催我，用护具烧我，
用水牢棺木，他就是那叶红。只有上卿书记，你，还有队伍，是让我活过来的春风。是啊，我们穷人是小草，也是春风。上卿书记，那天在暖府，你曾说过，等转正胜利以后，你想做什么？我想到那时没有硝烟和转正，我想要一份普通而简单应付的生活。一份普通简单应付的生活。是啊，应付其人很简单，没有烽烟不转乱，新闻普通中建设国家，责任很大，早已不自信成三餐粗茶，一谈吧。一份简单应付的生活，一个自信的人。你是满脸红呀，骄子上清一飞，父亲身啊，怎会不知他心事？他愿意与子女是我万佛期待，目光子几番并肩离生死，万佛心事。我见子，大的当今应是今，父呀不听儿女心思。不懂你大专谁记责任重，三七放下儿女心思，是盼非相思，同陪着责任
有志同道合、共同民族信仰的伴侣是幸福，他们给残忍冷酷的人们带来了无限温情。下面请欣赏由嵊州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戏迷协会副会长，曾获长三角越剧大赛10佳演员称号的钱波，和嵊州市5星级民间曲艺师，曾获民间艺人大赛演员1等奖的应爱芳，联袂为我们带来刑场上的婚礼。
不要哭，我要走了。这条围巾还是留给你吧。明天的阳光将会是多么绚丽，多么灿烂。你要是能看到的话，就一定要替我多多的看上几眼。明天我们一起去，一起看。不要再傻话了，谢谢你借了我这份真挚的爱，在这个最黑暗的日子里，它带给了我无限的向往和无穷的力量。我知一句话，我一直藏在心中。今天不要说了，你要讲的话，我都知道。这下，你要是能活下来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有钱。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建设我们的新中国。果子，这句话我要生，我一定要生。三年。
东西，保重。杨开慧是大家非常熟悉和敬仰的革命英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请出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弟子王学飞，为大家带来杨开慧。记得当年清水塘，毛岸英由杭州优秀小演员娄宇芳饰演。我意。记得当年
小也把你要珍惜，是为共同的解放的解放。台灯且把感谢王学飞老师和娄玉凡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一场活动的举办离不开台前幕后演职人员的辛勤付出。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请出本次活动的总策划和总导演顾学峰，掌声有请。顾导不仅是一名知名的编导、策划，指导了几百场各类大型演出。据我所知啊，您是浙江影派艺术联谊会会长、吴江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弟子，曾获得过全国长三角江浙沪戏剧大赛金奖。那您今天来到活动现场，是否也要为大家唱一段呢？那些都是之前的事情了，现在都是在做幕后工作。今天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能来到我们浅东村，跟大家在一起。那么接下去呢，我想这样，我今天可以唱，但是我们呢要为大家推荐一位非常特殊的客人。啊，这位艺术家是我们于前镇的走出去的一位国家一级演员。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2019年的央视春晚，其中有一位艺术家，就是从我们于前镇走出去的，是我们于前人。今天呢，他也来到了我们活动的现场。那我先建议，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于前镇的艺术家廖群老师？好的，让我们欢迎廖老师。谢谢。那么两位老师接下来要为我们演唱的片段是？这样啊，我呢今天是趁热度，趁着我们艺术家的热度，跟我们廖老师也趁着这个机会，于前给我圆了一个梦，让我能跟老师同台唱一段红色浪漫的新婚之夜，那个风云起。对，
对对对，因为太忙，所以这个肯定唱不好，老师多多原谅。谦虚了，谦虚了。好的，那把舞台留给2位老师。在老间，八端这路我不怕，男人妻子最傲见，眼见的爱情之花早吹开，本将我换上尘端。这要唱对这一关，很快就能把天见。向往。
妙心弦，一朝妇女生无语，几无情泪有无瓦线，苦到情的关一开，明天的日子你要见啊！好，谢谢，谢谢，谢感谢。谢两位老师，大家说好不好？要不要再来一段？应该要再来一段，但是呢，我就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我们把廖老师留在舞台上，我先撤了。看来我们的顾导是比较低调啊。那么先请我们的廖老师为各位父老乡亲说几句。好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我呢是榆钱镇双庙村出生在我的故乡。那么早卢啊，对，早卢，我记得我还是读那个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来过。那么现在回来，感觉这个家乡的变化很大，日新月异，真的有点认不出来了。其实我深深的觉得，乡村的生活其实是幸福指数是非常的高，因为为什么？空气好，山清水秀，然后每次回来吧，都觉得这个心特别特别的静。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的寿星榜啊，这么多的长寿老人，这边我看了一下，90岁以上的有95、98岁的，这跟我们这个环境啊，还有那个空气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有时间的话，我还是会常回家看看。谢谢，谢谢。好的，那么廖老师接下来要为我们演唱的片段是。那么我们粤剧呢是中国的第2大剧种，那么有13大流派，那么我呢是陆派弟子，所以今天我一定要为大家演唱一段陆派的经典名段，非常欢快的《送花楼会》献给大家。音我们响师，将最热烈的掌声交给廖老师。谢谢美女。感恩大家，感恩这一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也祝愿在座的各位，以及我的亲戚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兴旺，生活幸福。谢谢。音响，那个音乐再响一点。心匆匆风铃把花送，大姑的可是年年色当中。低估了门房宽修城，惊得府内老母穷啊。小姐呀，分心安中初见面，曾梦你独行一流真之风，从此是千丝万缕江生机，后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身投靠金府中。我为你头儿投了多少，我为你在手下一座石洞，老母
不归，童儿月子福音中，所有光阴非容易。谁想到换茶夫人令我把莲花送？今生我要倾诉中郎表心意，愿小姐连在心将我用。啊，有了，我不免把刚才写好的诗和之后藏于莲花底下。啊，子凤啊！你在我身边已簇拥，望你今日有灵通。小姐跟前传我意，这件好事写场里灭他功。我唱好之梦结嘴，但愿得今日能够见家园。谢谢。谢谢谢谢，哇，好暖心啊！谢谢谢谢美女。哦，好的，好，谢谢。今天在下面有好几位我的同学特意赶过来，观看我的，举举手。对，谢谢同学们呢，谢谢。好，那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聚，谢谢大家。假如说有什么会让历史蓬勃，我要说那是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假如说有什么会让人民幸福，我要说那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祖国亿万炎黄子孙生命的寄托，祖国亿万华夏儿女心灵的浓缩。请欣赏北京越剧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南花越剧团副团长、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弟子，曾获北京越剧大赛1等奖的王卫丽和寻韵女子舞蹈团联袂为大家带来的粤歌伴舞《我和我的祖国》。
百年繁华。朋友们，让我们珍藏记忆，展望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长三角诗画田园乡村艺术节开幕式暨南北同庆建党100周年粤剧名家明星红色经典戏曲晚会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聚。